观众朋友，午早，欢迎收看正过3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苏比。新闻头起先来关心早暗7点外，伫咧新北石门草里渔港的外海20公尺所在，有一只渔船垮搭。4个外籍渔港是平安，不过目前台湾籍的船长也阁失踪。对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有一只渔船垮搭，风影真大，搜救行动是真困难。消防人员表示，这只渔船因为未发，请另外一只船到游转去岸边的时阵煞并船，船顶有4个外籍渔港跳船逃生，家己游就欢。不过，迄当时是无看到船长逃生，目前要下落不明。转来关心疫情的消息，昨咱国内是增加33个境外和15例本土。这个本土个案当中有6例，毋是伫咧隔离期间确诊的，可能对咱的社区有风险，爱个追踪。另外，指挥中心去年有做血清抗体阳性率的调查，5星期基本当中，敢若1例是验着阳性。指挥中心就表示，这代表咱社区内底病毒量无介济。国内阁新增加48例新冠肺炎确定的病例，指挥中心讲33例是境外移入，15例是本土的个案。这15例内底有3例甲宜兰大规模一间饭店有关系。案例1871是高阳某幼儿园的接触者，另外案例1873、1874这个翁仔某是到案例1873出地了后确诊。在这里面就有3位是对社区还没有这个就是说其他还没有匡列那目前还是有影响，要持续注意的3例。另外，这个台东公司围钓事件，指挥中心讲，案例1870、1878是一个翁仔某，先生伫咧台东公司内底上班，太太是住店到桃园市政府，因为太太出现症状就医采检确诊，随后先生采检也确诊，感染源也要等待调查。同住家人总共有3位检验都是阴性，那另外2位的职场这边总共有21位被列为是密切接触者，目前已经有10人检验是阴性，还有11人正在检验当中。高雄港互相烧的案件新增加3例，案例1872、案例18800本来就已经爆裂起啊，伫隔离期间阴转阳。案例1875是案例1835例的厝边，是因为出现症状就医了后被检验出来，即阵拢要继续观察。另外，桃园的钱都嘉贝尔幼儿园互相烧的案件新增加3个人，拢是确诊囡仔的妈妈，陪伴囡仔隔离期间去挖着。阿秀电脑案是检出4例阴转阳的个案。那这3位都是他的家人，那进去的时候当然都是验阴但是在陪病过程，在这段时间也有症状，那也变成采阳。这3位是在我们这个等于是在管控之间的案例。亚序的部分又验出4位，不过这4位都是在隔离中，都在急检所里面隔离，然后被验出来也是阴转阳的部分。另外，指挥中心去年8月启动血清抗体阳性盛行率调查结果也公布啊，伫场因为5星期检体内底，敢若发现1件阳性，阳性率是0.02%，无出现社区内底存在大量微型传播链，也是潜在病例乌数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昨个15例本土病例当中，桃园是占9例，阿旭电脑公司阁加4例，嘉贝尔幼稚园是阁加3例，拢是确诊囡仔家长。另外，台东公司嘛有2个员工确诊。桃园市长郑文灿就表示，其中台东公司的1个员工是负责市府的机房，会赶紧采检，目前市府的相关人员拢是阴性。信徒真虔诚来拜拜，祈求平安。桃园的朱户宫过年前香火真旺，由桃园市政府29公布新增加9例确诊案例，就有确诊者捌来到朱户宫。庙方28知道消息了后，迄暗就大消毒，互信徒放心。这里消毒的很好啊，所以不用担心。他们都说其实有消毒过，那其实也不用太担心。我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都加1层防护罩。那我们的进出管制更严格。今年主张不跟办，尽量大家把衣服放好、摆好的话，就往外围站。有这确诊的9个人捌去过所在，有大南市场边的便利商店、甲好事多、南勘店、远东百货通店这所在，市府也加强来消毒。这个9个确诊案例包含阿秀电脑案新增加4个人，嘉贝尔幼儿园增加3个人，拢是陪病的家长。台东公司有2名桃园的员工确诊。其中1个人的CT带27是市府的机房驻店的人员。另外，整个市府包括综合会议中心，那所有的人员都要进行这个快筛，
那每一个单位，那快筛的结果都要回报。另外，市府调查越南确诊移工案的感染源，发现这个移工北甲朋友到北调前都刷刷锅确诊者的美容工作室，伊的朋友即阵也确诊，即阵也未有暗号。田都刷刷锅，这一条传播群聚感染，形成一个这个小的传播链。那我们经过疫调以后，发现两者足迹有重叠。那昨天早上，一共打了1300位。那今天比昨天还要踊跃。另外，受到疫情的影响，市府对2月开始伫桃园的巨蛋、甲桃园农民服务处设立水沟就水柱的注射站，2天拢吸引上千名民众来注射。另外，市府伫正月初4甲初5也会加开2天，提供民众随时到位、随时注射服务，也鼓励民众到社区的采检站来采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受到冷气团的影响，各地天气会较冷。透早上低温是伫新北，敢若12度4。咱做回来看温度。今日水汽减少，敢若遮方面和山区会落地10毫，但是中部以北和南部的温度较冷，起落会较大。早起的上低温是伫新北，敢若12度4。日时的温度大约是15度到24度。明仔载就是日到暝，透早会上介寒，上低温可能无到11度。真正初1到初3冷空气减弱，毋过会较湿。初4过后会阁有冷空气来，大家都爱穿好少，保持身体健康，才会当欢喜过新年。今日是过年连假的第2天，高速公路局预估北道落南的车流会是平常时啊1.4倍。国道5号对早起8点开始到下晡4点，拢会无介好走。民众除了会当利用1968知影路况，换驶西边快速道路嘛是真好的方法。高公局的监视器显示，29年假第1天早时开始，国道各路段拢真通顺，速度普遍维持伫每点钟80公里以上。交通部长王国材到现场视察表示，因为即摆年假较长，等等因素达到分散车条的效果。王国材表示，估计即摆年假期间，初1到初3的南下方向，加初3到初5的北上方向是较有可能塞车的时段。过去有很多的交通延误都在事故的处理上面。所以在事故处理的效率，包括很快的排除，不要占用车道，也希望把这个当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除了提醒民众会使透过1968注意路况，伫车流较侪的时阵，交通部嘛鼓励使用西滨快速道路等替代方案来分散车条。记者郭伯君、郑派文台北、新北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地塔报。最近国内真欠鸡卵，侪民众烦恼讲过年时啊会无卵通煮，拢四界抢买买。那北部地区，即阵连高雄的菜市啊和大卖场卵拢是抢了了。有早顿店抢袂到鸡卵，规气就提早休过年。有消费者表示，最近有的市啊卵已经发到1斤70，是比过去正常的价格贵1倍。接落来是中国时报。22年前有牵涉台南几人命案，在解开庭当中，有9届去互判死刑的贾志宏，经过检方申请再审，2019年互确定判无罪。贾志宏计共互关18年外，计共有6800外工。台南高分院再审讲，贾志宏冤枉互关的这段时间，一天会当领5000块补偿，计共会当领3400外万，转来会当阁申请复审。出入公共场所，敢着爱摕疫苗护照，一直是世界各国完袂刷议题。台北市长郭文哲就提出用台北通来结合疫苗护照，认为讲这敢若伫咧国内使用，不管政府为虾米一直要求伊要结合欧盟的标准。计程车一台线一台，准备要检查。过年假期头1天，台北市长郭文哲甲副市长吴珊珊视察大家和平公园的车内所检查站。新冠肺炎疫情，台北市在2号新增加9例境外移入确诊，其中1个对中国入境的案例1876，是伫隔离期满，等于厝的自主健康管理的时阵确诊的。这种感染源也来调查，伊分别在24到27期间去过南港区的后山边邮局、通信公司、信义区的苹果专卖店、特卖会、加油站、甲邮局、便利车
超商也有大卖场这所在。台北市府也对捌去过这所在民众来发送400封的简讯，提醒民众爱采检。市长关文贴更加主张，希望疫苗护照赶紧来上线，认为这只是伫国内使用，伊讲实在上无为安怎中央的强力来要求，必须要依照欧盟这国家的标准。我出国才需要去欧盟的国际标准，我是在国内做一种维持在防疫跟经济的维持一个平衡，要用的那个目的，不必搞到要让好像在机场用那 passport 的那个标准，策略有问题了。所以一直我们跟他申请1个礼拜，他还在那公文玩法，还有一点电话讲一讲就好，每天写公文干什么？基本上我们还是要求可遗忘性了。那至于市民要用，一点困难都没有。现在可以用健保的 APP， 你可以用我们的数位证明，你可以用小黄卡，这都可以用的，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连不可了。疫情指挥官陈时中指出，所谓证明要求是靠伪盲性，若是要证明是不是有注射疫苗，要有健保卡这其他方式。新北市长侯友宜到百货卖场视察时，被问到相关的问题，伊是认为讲中央已经对疫苗护照有相对的说法，重点是爱落实，地方政府也来做配合。中央有相关的规定，地方一定会来配合。像最近有几个地方，像8大行业或是比较需要保护儿童的地方，我们做好这个疫苗护照。这相对的是保护弱势的族群，是保护特殊的场所。开始放年假，不过本土疫情无确定，地方政府拢严加防守，要求商场甲卖场必须爱落实防疫，做好人流的管控，希望会使走掉疫情的风线。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目前全世界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66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总增加48例，目前是18681例。中国有10万外例，日本26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介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7500万例，印度超过4000万例，巴西超过2500万例。伫咧欧洲迄边，英国超过1600万例，法国超过1800万例。副总统赖清德访问洪都拉斯的行程将结束，会定伫咧美国旧金山饭店用视讯的方式，和当地侨胞分享访问的经验。除了5万侨胞会当甲政府做伙拍拼，团结挺台湾，嘛感谢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专程陪同。赖副总统嘛伫咧美国的旧金山，和政治人物来做伙交流。讲未来这个经济发展。也是讲针对着这个气候变迁也是讲防疫种种的问题。换一句话讲呢，无论是国际社会上目前大家上关心的议题，大家拢会当分享，大家会当交换意见。我感觉讲这款的交流，嘛当充分，互咱美国的政要会当知影台湾的努力，台湾的拍拼，甲台湾愿意参加国际社会，贡献咱台湾的力量。赖副总统表示，咱台湾伫咧面对中国威胁的前线，美国是真关心咱的处境。美国和国际社会嘛拢肯定台湾对民主的坚持。赖副总统预计今仔日就会回来到台湾，若是 PCR 检测阴性，就会回去自家哩。这个月11日伫咧嘉义失事跋落海，顺一个 F-16机关单翼，昨早起伫咧水上空军基地办告别式。总统蔡英文嘛亲身出席颁保养令，感谢伊对咱台湾的付出。告别式现场放送顺一机关单翼再生的相片，大卡家属不时咧七马赛。29载时，嘉义县水上空军基地为单翼举办告别式，场面气氛哀伤。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妈妈期待你能来妈妈的梦里，在一起聊好吗？永远爱你，想你的妈咪，不要忘了我们。空军嘉义基地4连队飞官单翼，这个月12驶 F-16战斗机失事殉职。空军司令部在是伫嘉义基地办告别式，总统蔡英文来念香，嘛颁布保养令，对方单翼校校的这位。我也要跟陈仪说，我们会继续努力捍卫这片天空。谢谢你，我们将永远以你为荣。
你的任务结束了。告别式结束了后，家属陪同顺即回官移灵就飞行机，宪兵嘛向天顶鸣枪表达敬意。现场空军官兵行咧送伊最后一段路，表达上悬的敬意甲追思。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因为高雄港的军事案验出真侪确诊，互人烦恼讲疫情会继续摊开。有餐厅的业者就决定讲，家己要加强防疫，禁止伫咧店内喝食。亲像一间在地真出名的素食店，佮有连锁的猪脚店，拢规定讲，袂当伫咧店内食，爱包转去厝，希望会当防止疫情继续扩大。高港连假才开始，高雄这间连锁素食店煞大出对29开始禁止内底食的告示，边仔的用餐区嘛已经关起来。透早来买早顿的人客，敢若会当早走。业者宣布，台南、高雄的门市拢禁止内底食，了后再看疫情状况调整，人客拢会当配合。这样还蛮不错的啦，就是减少那个扩散的风险啦。对啊，我是觉得没什么问题啊。因为为了大家的好啊，对，所以不内用也是最好。因为28高雄增加的确诊者有600去过这间店的西亚湾门市用餐，市府才去现场大清销。业者考虑到过年有各地人客来，才决定家己提升防疫。其实高雄嘛有另外一间连锁餐厅，确诊者嘛捌来过，业者已经宣布禁止内底食，敢若有早走甲外送。请问现在是不能内用的吗？对。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礼拜天。高雄港军事事件的卡仔愈来愈多，市府嘛表示，喙暗摕落来用餐就受风险，所以要求餐厅已经爱做好实联制，若无就袂当内底食。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今年的年假有9天，所以有真侪民众拢规划要出门游览。为着迎接好年，初1和初2这2天，民众若是去新竹的动物园，伫咧面册分享文章，就会当摕到好年纪念票。有真侪人走来看好，希望今后会当互今年一切顺遂。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囡仔看到动物园内底好，欢喜唱囡仔歌。新竹动物园两只名家虎分别合作6虎甲来虎，因为是双生啊，两只虎常常拢会生做伙，特别受到大人囡仔欢迎。过年嘛，那想说带小孩来动物园走一走这样子，对啊，然后小孩也没看过老虎啦，那就来这边看一下。这是老虎。老虎啊，你喜欢老虎吗？喜欢。动物园特别用因的模样制作纪念票券，初1甲初2来佚佗的游客。完成任务，就使摕到高最好年纪念票券，含量1000分。那么动物园的老虎有2只，一只是六福，一只来福。那六福的话比较稳重，来福比较调皮，所以设计了2款，大家可以到时候来看哪一只是六福跟来福，可以来寻宝。动物园提醒游客一定要配合防疫措施，落实实联制，专程挂喙烟。另外，动物园人数只要满1500人，得启动人流管制，请民众配合。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再去看世界，一份研究显示，到2050年的时阵，全世界得失智症的患者会比2019年加2倍，北非和中东的失智症人口会增加超过3.5倍。有学者就表示，健康的食食和钙粉等等，拢会当降低到失智症的风险。得到失智症的人会慢慢失去记忆，最后完全失去日常生活能力，而且因为无法度逆转，因讲是现代绝症。美国华盛顿大学一份研究显示，到2050年的时阵，全球得到失智症的人口会比2019年增加2倍，而且中东甲北非增加会有367%。The projections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were quite large, and this was due to large increases both in population growth and population aging. And so these two demographic factors, in particular in that region, drove these large anticipated increases in dementia burden. 这份发表在医学期刊《世界真的研究》佮指出，卡达阿联酋8年的成长会超过10倍，沙特阿拉伯也将近9倍。主要原因是伫人口老化，因为亚洲、西欧佮北美人口原本就已经是高龄化，都无增加这么多。2019年时阵，全球有5700万人得到失智症，到2050年时阵，就有1.5
2.53亿人。研究人员也指出，改善生活方式，该分检规定当然有防失智症发生。Healthy diet, lower alcohol intake, stop smoking. So there's this sort of mantra: look after the heart, and you'll look after the head. Plus, also, there's been great strides in how we manag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that affects the brain. So stroke management, for example. 不止老大人会得到失智症，高血压期刊研究发现，35岁到44岁有高血压症候的人，大脑体积确实比血压正常的共岁人口，更较会得到失智症。所以改善无健康生活方式，将有效降低着病风险。公司新闻郑伟仁报道。德国一位野生动物的生态学家发现讲，因为都市较好找食，有愈来愈侪狐狸走来都市生活。这位动物学家就追踪17只伫咧北陵深挖狐狸，咱做伙来看卖。德国嘅野生动物生态学家苏菲亚·齐明格2016年伫柏林掠17只狐狸，伫因嘅身躯顶装 GPS 全球定位系统追踪器，要了解因嘅生活。甲研究嘅内容发表伫咧这本叫做《自狐狸到人类嘅生态史》内面。齐明格讲，现代狐狸会当遮尔自在生活伫咧人类嘅城市内面，原因真简单，就是因为因是杂食类嘅动物。齐明格也阁发现，这款城市嘅狐狸甲生活伫咧野外狐狸已经完全无同。Die Stadtfüchse, die hier leben, die sind nicht einfach aus Brandenburg hier für einen kleinen Urlaub in die Stadt gekommen, sondern die sind schon in der x-ten Generation in Berlin, deren Vorfahren sind sozusagen nach Berlin eingewandert und die kennen das gar nicht anders. 一般这种 GPS 追踪器的电池拢敢若当几年啊领，只要伫咧电池无电之前，甲互你掠带换电池，验过尾啊发现无这种问题，因为常常发现电池抑阁有电，互你就已经死去啊。城市狐狸的寿命比电池还佫较无同。城市狐狸平均的寿命是1年半，这可能是野外狐狸的一半。Schwierig, weil es gibt den ganzen Müll, den die Menschen wegwerfen. Es gibt Ratten, Mäuse, Kulturpflanzen, das heißt eine ganze Menge Essen. Aber dafür gibt es eben auch den Straßenverkehr. Das heißt, das Leben von so einem Stadtfuchs ist ganz schön gefährlich. 这么城市绿化范围愈来愈宽，伫咧柏林市大型的森林格鲁纳瓦尔德，也是市中心的亚历山大矿场，每一个所在拢会当发现狐狸。按照季节的无同，大概有5000只到12000只伫咧城市内面生活。其中伫3-4个细只狐狸出现这段期间，是数量密度拢上悬的时阵，不过也常常发生互车弄死的意外。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天气报你知，阳气水汽会减少，敢若正方面和山区会小可落雨。明仔载就是日到暝，透早会上介寒，上低温可能无到11度。也若是新正的初1到初3，冷空气会减少，毋过会较湿。咱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3度到15度。中部地区13度到19度，南部地区13度到24度，东部地区14度到21度，外岛地区8度到17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规工顺心，再会。